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揀咗幾樣賽事同大家分享下，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睇啦。5月20號禮拜三跑馬地9場賽事，首先係第一場5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2號、4號、5號、6號、10號咁啊，劃咗佢先啦。留意翻4號勁進奔騰同埋6號嘅勝在有型呢就有缺貨嘅。咁呢場呢，就揀咗8號嘅辣德金、7號黃金盒、1號英雄豪邁同埋11號嘅泰恒美景。接住落嚟第二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會偏慢嘅，咁就唔要4號、5號、7號、9號、12號。1號嘅大學生呢就有缺貨嘅，比較中意11號嘅林寶精神、2號本領非凡、10號隨緣得勝同埋3號嘅快博。接住落嚟第三場4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1號、3號、7號、9號、11號劃咗佢。咁心水呢就揀咗4號嘅佐治傳奇、5號三強、12號銳高同埋2號嘅星火燎原。然後就係第四場4班165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呢係正常嘅，2號、3號、5號、6號、9號、10號全部唔要。呢場呢就比較中意8號嘅有情有義、12號嘅多利神驅、4號越進齊歡同埋1號嘅暴風之子。最後就係第五場4班1000米嘅賽事，預計步速係正常嘅，1號、5號、6號、11號、12號飛咗佢，6號形影飛馳同埋10號嘅比特星呢就有缺貨嘅。咁呢，我就揀咗4號美麗登場、2號財將、8號天火同人同埋9號嘅超強60。咁啊，5場賽事都分享過啦，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